结婚敢会互人幸福？文录音单字文。啥人会恋情？若五彩糖蜜，伫世间无一尾在迷惑人生。你若问现代人是安怎想要结婚，大多数会回答，定定是为着爱。毋过，咱拢知影，爱一个人真容易，要经营一段感情，就无遐简单。爱情的剧本拢是深头仔，新香炉配新茶果，爱甲热噗噗，伫情人的眼内是看啥拢美丽。安尼的幸福感，会伫当结婚的时阵达到上悬。也就是咱所知影的蜜月效应，一款糖甘甜的爱情强度，会伫花无百日红的现实豆豆仔消退。到底结婚了后的爱会变做啥款？是安怎当初的山盟海誓，结婚了后袂堪咧时间考验？这伫学术有真侪研究显示，无论查甫还是查某，有结婚的幸福感普遍比无结婚的较悬。毋过，若是因为两人种种的袂合来离缘，还是分居的，因的幸福感就会比毋捌结过婚的人佫较低。这嘛讲明一件代志。婚姻甲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双向，佮互相交参的。因为毋是结婚就会互人变幸福，是走入婚姻了后的两人有做啥货来经营想要爱的幸福，才是关键。前一阵仔媒体真热的新闻。王力宏婚变，引起侪人的关注甲讨论。因的婚姻会行到这步，相信两人关系的逼痕早就离甲真大。咱常在会听到人讲，婚姻是因为误解才做伙，分开煞是因为了解。一个了解是双人伫亲密关系当中，看清楚较早无想到的，甲识较差的部分。两人愿意开时间调整日常生活的细节，甲对方的需求放在心肝内，无要阁用忽略来闪避伤害关系的问题。一个了解是两人伫亲密关系当中，愿意认真思考，婚姻是一撮我甲你的生命旅程。假使翁仔某无法度有共同的目标甲价值观，无法度互相信任甲真心扶持，要斗阵牵手行一世人的誓言，就会变成空喙无籽的好笑话。所拜，若想要伫结婚了后同款享受婚前的快乐，毋管是心态也是做法，拢需要做正大的调整。比如讲，学习按两人的关系去看双方想要爱的是啥。对婚姻有啥期待？两人毋望得到啥款的幸福？这侪的问题，按沟通到做伙牵手，敲出共同的认知，愿意落冷徛伫对方的立场来思考，这种表面退一步的事，其实是减少冲突。善待双方上赢面的智慧，这会互两人的关系连结更较坚固的爱。
嘛互家己甲伴侣伫亲密关系内底感受到满意度正悬的被爱幸福。